滿心冥想第二部第5章4，點樣將以自我為中心嘅呢一個意圖轉變為無私呢？我問到啦，咁呢一個就需要我哋變得無私啦。佢笑住回答：你睇下，當個心緊閉住嘅話，我哋只係愛自己，只為自己去打算；而當個心開始開放啦，我哋就會開始諗到自己最親近嘅人。當個心持續咁開放，愛嘅圓圈就會相應擴展啦。當個心無限咁開放，呢個時候亦都冇門，亦都冇牆，愛就喺無限嘅宇宙入邊流動。人就開始感覺宇宙係屬於自己，自己亦都係屬於宇宙，唔再成日諗住我，而係諗住我哋。所以咁就等我哋再亦都唔好有自私嘅祈禱啦。事實上，與其優先為自己祈禱，然之後再考慮其他人，點解唔將呢一個公式倒轉過嚟呢？真正發自內心去做到先人後己。然而，我哋好快就會發現喺祈禱入邊包含自己，冇辦法令到人滿意。即使你唔係將自己放喺優先項目，你睇下，諗住自己總係會減弱祈禱嘅效果，會毀掉一切。當我哋懷有信仰嘅時候，點解仲要以自己嘅煩惱嚟到打擾上天呢？如果冇信仰，又點解要祈禱呢？接受係最高尚嘅道路，你知道嘅。我哋嘅兩任大師都經常生病，以佢哋高深嘅修為，我相信佢哋可以輕而易舉咁樣喺瞬間就醫好自己啦。但係佢哋所處嘅靈性維度唔會允許咁樣嘅事情發生，佢哋更願意心懷喜悅同埋感激咁接受病痛，該係點樣就點樣啦。接住佢眼中閃爍住光芒，補充講：但係呢一個並唔意味住我哋應該接受自己嘅唔完美。咁你啱啱提到嘅開放嘅心，但係你能唔能夠話俾我聽呢個究竟意味住咩呢？我問到啦，諗一諗，一顆封閉嘅心會係點呢？佢講啦，咁樣你就會明白啦。哦，我講，我明白啦。但係如果可以嘅話，仲係希望你能夠稍加解釋。咁我嚟講一個故事啦。每一日早晨，當太陽準備升起嘅時候，太陽嘅私人助理就會為太陽沖上一杯咖啡，並且呈上一份名單，上面寫住嘅都係太陽務必要去照耀嘅人。先生啊，呢個係喺阿根廷嘅男人，佢非常需要你嘅溫暖，請你務必記得照耀佢喎。以及先生啊，中國有個女仔好得意，請你亦都務必記得佢喎。咁有一日喺經歷漫長照耀嘅一日之後，太陽即將落山啦。咁太陽嘅助手就跑咗過嚟講啦：先生啊，你而家仲未能夠落山啊，你今日嘅工作都未完成。哎呀，我唔係好太明白你嘅意思喎。太陽就問到啦：正如之前嘅每一日，今日我一整日都喺度照耀住大地，而家我好攰啦，我想休息。但係你仲記唔記得我今朝早提到嘅嗰個阿根廷嘅男人啊？太陽嘅助手就問啦。我梗係記得啦，太陽講啦。但係佢成日都處於黑暗入邊，你都冇按照你答應過嘅咁去照耀佢喎。助手講啦。太陽沉思咗一陣間，講啦：親愛嘅，我嘅天性係照耀所有人，而我亦都係咁樣做嘅。但係請你話俾我聽，如果呢個人成日將自己關喺間屋入邊，仲拉埋窗簾，咁我又能夠做啲咩呢？開放嘅心就好似太陽咁，
照耀住所有人。佢唯一能夠做嘅就係散發愛，愛一視同仁咁樣從開放嘅心流淌而出。然而，我哋能唔能夠講心喺度愛住呢？更確切地講，開放嘅心本身就係愛，任何走入愛嘅光芒嘅人都會感覺到被愛住。乜嘢係封閉嘅心呢？就好似嗰個成日將自己關喺屋入邊嘅人咁樣。開放嘅心就係付出嘅心，但係亦都係接受嘅心。從呢一個意義上嚟講，開放嘅心就係謙卑嘅心。我唔係好太明白，我講啦，任何利己主義者都可以付出，但係只有謙卑嘅人先至能夠接受。達濟講啦，佢從袋入邊攞咗一枚硬幣俾我，同事就問啦：你睇下你嘅手係點樣嘅姿勢呢？呢一個時候，我嘅手掌係攤開嘅，手心向上。我哋將呢個姿勢同你提出嘅問題聯繫起嚟。佢講啦，祈禱就係請求更高層面嘅幫助，無論係為自己定抑或係為咗他人。請求總係謙卑嘅，呢一個就係祈禱嘅首要因素。相反，如果我哋將自己睇成係給予者，睇成係無限嘅本源，世界上就冇人能夠幫我哋啦，連上天都唔得。我哋必須謙卑咁意識到，無論係向他人付出啲乜嘢，都唔係源自於自己。如果我哋俾咗人哋1蚊雞，咁呢一個一定係我哋從某一處得到嘅，唔係咩？咁我可唔可以留低呢枚硬幣呢？我問到啦。達濟笑咗起身，你真係識講玩笑啦。佢講，我將硬幣還返俾達濟，講啦，好啦，呢一個硬幣就係為智慧而付嘅費用。吓？智慧就值得咁少錢咋？佢開玩笑到講啦，無論點樣，我1分錢都唔會要嘅，你仲係自己留低啦。咁我想再請教你一個問題，我講啦，喺某一種特定嘅情況底下，我哋點樣知道自己點樣先至係最好嘅祈禱呢？呢一個係一個只有頭腦先至會提出嘅問題。佢回答道，不幸嘅係，冇答案能夠令到佢滿意。祈禱係自動從懷有愛嘅心入邊發出嘅，所以只有懷有愛嘅心，先至能夠回答呢一個問題。理智嘅頭腦永遠冇可能知道答案噶。你一定聽講過嗰個著名嘅中國民間故事塞翁失馬啦。達濟講，我冇聽講過呢個故事喎。於是我就請達濟話俾我聽啦。咁喺好耐以前啦，有一個非常之有智慧嘅農夫，有一日佢匹馬跑甩咗啦。咁當鄰居向佢表示慰問嘅時候，農夫只係講啦，邊個知道乜嘢係好事，乜嘢又係壞事呢？第二日，呢匹馬居然帶住一群野馬翻嚟喎。呢一次，鄰居就向農夫表示祝賀喎，但係農夫再次講啦，邊個知道乜嘢係好事，乜嘢又係壞嘅呢？農夫個仔試住想要訓練其中一匹野馬，結果從馬上面跌咗落嚟，跌跛咗隻腳。鄰居就再次表示慰問，而農夫再次講啦，邊個知道乜嘢係好事，乜嘢又係壞事呢？冇幾耐之後，農夫所屬嘅國家同埋鄰近地區爆發咗戰爭，軍官就嚟到村入邊徵兵參戰啦。咁農夫個仔由於隻腳跛咗，被認為冇戰鬥力，於是佢就逃過咗兵役啦。後嚟同農夫同村嘅好多年輕人喺戰場上都喪失咗生命。
農夫個仔卻係因為跛咗腳，得以僥倖生存落嚟。咁我哋想象一下，如果農夫祈禱佢嘅仔唔好俾野馬所傷，如果呢一個祈禱得到咗回應嘅話，佢個仔可能就會喺戰爭入邊犧牲啦。我哋永遠冇辦法知道結果係好定抑或係壞，唯有喺結果已經明朗嘅情況底下，我哋先至能夠知道好壞。但係咁樣嘅話，我哋仲需要祈禱咩？喺戰爭期間，每一個人都喺度祈禱。如果各方陣營都喺度祈禱勝利，咁上天應該俾邊一方作出回應呢？戰爭本身就已經令到上天傷心啦。畢竟呢個係上天嘅子女們喺度戰鬥。我哋為咗咁樣嘅事情去祈禱，係好愚蠢噶。呢個只係表示咗我哋對上天知道嘅非常之少。達濟悲傷咁搖咗一下頭，即使係無私嘅祈禱，亦都好容易會出錯。佢繼續講啦，假設我哋決定為咗消除某一個人嘅恐懼而去祈禱，呢一個係一件高尚嘅事情。啱唔啱啊？好啦，表面上睇落去確實好好，但係喺一啲特殊嘅情況底下，可能仍然需要一定程度嘅恐懼。假如上天賜予一個強盜無所畏懼嘅心，或者賜予一個身居高位嘅貪官無限嘅勇氣，咁會發生咩事啊？佢哋只會變得更加不知羞恥，唔係咩？咁樣一嚟，無畏嘅心就將適得其反啦。我父親經常講，如果將財富授予一個冇品格、缺乏道德嘅人，財富只會毀咗佢。喺我哋嘅社會入邊，有好多咁樣嘅例子。嗰啲一出世就享有特權嘅人，會發現自己嘅人生道路充滿住坎坷。我哋永遠唔知道呢一啲事情會將我哋親近嘅人帶到去邊一度。咁我哋點知道點樣去祈禱呢？我問到啦，當心變得敏感，就會對他人真正需求作出回應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嘅祈禱自然就會將會符合他人真正嘅需求啦。